講起4月嘅節日，大家會諗起復活節定係清明節呢？對於一批姜糖嚟講，4月係佢哋嘅偶像姜濤嘅生日月份。而喺4月31號呢一日，大批姜糖會到銅鑼灣一帶進行生日應援，而因此都引起咗唔少嘅爭議。所以今日我哋就嚟討論下姜濤。姜濤係香港偶像之一，2018年參加咗 ViuTV 選秀節目 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，奪得咗冠軍之後，加入咗男子組合 MIRROR 正式出道。佢嘅生日係1999年4月30號，而學歷佢曾自稱自己係 Form 3學歷，但近期自爆出自己得 Form 1學歷，喺 Form 1嘅時候留咗2年級。而作品則有蒙着嘴說愛你、作品的說話、鏡中鏡等等。佢被稱為香港頂流，但係有人撐就有人踩，有網民戲稱佢紅不過羅湖。所以今日我哋就嚟睇下中國同埋香港網民對姜濤嘅睇法。2025年6月24號嘅下午，姜濤喺香港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附近不幸墮海，佢隨即被附近嘅釣魚客同埋船員救起，送往瑪麗醫院治理，並冇大礙。而姜濤事後都透過媒體報平安，稱呢次係個小意外。雖然對於姜濤墮海，網上有唔同嘅講法，但根據翻姜濤嘅講法，佢表示喺岸邊跑步期間不適，而且飲咗酒同埋食咗止痛藥，先至導致咗呢次嘅失足意外。事情發生之後，網上嘅反應好兩極化，唔少網民喺 IG、Facebook 等地方留言關心姜濤，人冇事就好啦。但係有部分網民幸災樂禍，喺網上留下嘲諷、詛咒嘅留言，甚至有人惡意改圖同埋人身攻擊，呢啲無疑都係對受害者嘅二次傷害。而喺呢種情況之下，唔少圈中人都有發聲，例如娟姐。即下口得啦，見到啲留言實在太涼薄，街邊見到個唔識嘅人咁嘅狀況都唔會咁啊嘛。亦都有連登網民表示，雖然平時會笑佢肥仔，亦都知道佢之前公審女 fans， 但我覺得佢罪不至死。如果佢有自殺或者係抑鬱嘅問題，我覺得做人留一線好啲。人嘅心理好脆弱，文字同說話係可以影響一個人，尤其有情緒問題嗰啲。而部分大陸網民則表示，唔係啊嘛，呢種嘢都可以講笑嘅咩？唔通真係要到出咗事，人們先至會停止嘲笑嗎？作為一個路人，我覺得咁樣真有啲過分啊！但凡一個唔小心，呢個人就可能真係失去咗生命。而家就因為人哋冇出事，就喺度攞人哋嘅不幸作為娛樂嘅談資，會唔會真有啲過分咗啲呢？亦都有網民表示，如果一個人嘅生命可開玩笑到呢種程度，咁真係到咗娛樂至死嘅時代啦。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？喺下面留低你哋嘅 comment 啦。而今年嘅4月30號係姜濤嘅27歲生日，大批姜糖當日再度聚集銅鑼灣一帶進行生日應援，但由於聚集人數眾多，引起咗嚴重嘅交通阻塞同埋人流管制嘅議題。而名廚 Jackie U 則發文怒轟集體撞邪，稱香港人啲品味去咗邊。而對於此事，有網民就講咗好多人嘅心聲。亦都有市民因交通受阻而受影響。我嗰日趕住去醫院探病，俾佢搞到大塞車，我等咗45分鐘都冇巴士啊，再等巴士10分鐘都買唔到站，跟住折返，因為去到都過晒探病嘅時間啦。相反，有網民表示我支持姜糖啊，單單呢一日，銅鑼灣周邊嘅商店食肆廣告商收益絕對救咗好多店家，而市民又有免費嘅電車搭，而銅鑼灣嘅景觀都可以吸引好多外媒嘅採訪，某程度上都係吸引到西方嘅遊客，都係好事嚟嘅。亦都有網民表示，我唔係姜濤嘅 fans， 但講得好啱啊，起碼佢哋冇破壞環境，一年只係一日咁多，咁都睇唔過眼。唔知大家有咩睇法呢？喺下面留低你哋嘅 comment 啦。而有唔少網民都會有一個問題，點解姜濤會咁受歡迎呢？我睇咗唔少嘅姜糖嘅留言，有部分留言就話佢好型啊，唱歌勁，跳舞又好，佢性格又非常之善良同埋謙虛。
雖然我知道部分網民可能覺得姜濤跳舞唔好啊，唱歌又唔好，又唔型又唔謙虛，但我覺得大家嘅 standard 都唔同，所以我對此我就不作評論啦。而姜濤吸引到咁多媽媽粉嘅其中一個原因，就係佢好錫媽媽同埋好孝順。而根據網上嘅資料，姜濤喺21歲就承擔起家計，而且會陪伴父親中風嘅康復。而姜濤都會被稱為寵媽暖男，而姜濤同母親嘅關係好密切，喺社交媒體成日分享同媽媽嘅互動，例如一齊欣賞表演、贈送歌曲等等，呢啲都俾媒體稱為寵媽行為。而且當佢出糧之後，第一件事就係將家用轉帳俾媽媽，確保屋企人嘅生活唔受影響。咁我哋一齊嚟睇下以下呢一段訪問。哇！我信㗎呢啲網絡統計，我信㗎。我諗我阿媽清楚啲嘅，因為所有嗰啲收入啊，其實都係阿媽保管嘅，所以佢哋有時即係叫我請食飯嗰啲咧，我係要問阿媽拎錢。咁我哋要睇嚟要問你媽媽攞電話先咯喎。所以我唔可以同阿媽嗌交咁樣，如果嗌交就資金就會斷咗。你全數俾晒啊！真係全都係嘅，我都係全數俾晒媽媽嘅，我都係全數俾晒媽媽嘅。咁你每個月有幾會多錢？自己留翻啲嘅咁樣。你每個月有幾多錢？每個月唔定嘅喎，睇佢心情。真係睇佢心情。忽然間好似好艱難咁嘅你生好活，艱難，我都話。但係你今日都要請食飯。好，問阿媽先。而喺呢一段訪問嘅底下，有一位 fans 就話：我都想要好似姜濤咁樣嘅仔仔啊！呢啲行為都令姜濤喺娛樂圈中以孝順出名，而媽媽一般又中意孝順嘅仔喎。咁相信大部分媽媽粉都係俾姜濤嘅性格所吸引。咁戴翻個頭盔先。咁以上都係我自己嘅分析嚟嘅。By the way，咁我唔係姜濤嘅 fans，亦都唔憎姜濤嘅。咁我態度都保持中立嘅。雖然一直以嚟姜濤同埋姜糖嘅一啲行為都備受爭議，但我哋不可忽視嘅一點就係姜濤後援會都對香港付出咗好多貢獻。例如喺每次姜濤生日嘅前後，後援會都會向唔同嘅慈善機構捐款。此外，佢仲會請全港市民一齊免費搭電車，而根據網上嘅資料，包香港電車一日嘅話就需要80萬，如果撞正星期六日嘅話，費用就更加貴。而且有網民就計算咗後援會嘅捐款，後援會嘅捐款已經過千萬。雖然我唔係姜濤嘅 fans，亦都唔憎佢，但我喺搜集資料嘅時候發現，部分網民對姜濤嘅惡意真係好大，對佢人身攻擊，甚至詛咒佢去死。而我嘅睇法就同以下兩位網民相似。呢位網民就表示：講真，我唔明點解對姜濤嘅惡意要無限咁大。而另外一位網民就表示，感覺香港人對姜濤嘅仇恨值係大過陳同佳。雖然我知道姜濤同埋姜糖有部分行為備受爭議，但係我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留言同埋適當嘅批評都係 OK 嘅，但係唔好人身攻擊同埋取笑他人。總結，我覺得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每個人嘅喜好、興趣、追求都係唔一樣嘅，唔可以強求一致，大家應該都要互相尊重。我哋就用呢位網民嘅留言作為一個總結啦。佢好唔好都好，你中唔中意都好，或者你覺得佢唔值得咁多 fans，其實唔應該把口咁賤。